好啦，我哋介紹一款叫 X10，有手柄嘅，基本功能都有晒啦，指紋、密碼、發卡全部啲基本都有啦。賣點係咩呢？平，非常平，超級平，大家經濟需要試玩嘅房門啊都可以買嘅。但係另一個特大嘅賣點呢，相對於同現有嘅市場上面呢，有咩唔同呢？佢係雙電池，一個係主電，一個係副電，即係話當我哋用4粒電嘅時候，佢已經可以着到噶啦。有咩好處呢？就係有得俾你有後備啊！擺咗4粒電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有電導啦，有門鐘啦。OK， 咁呢個主電啦，主電池用晒嘅時候，就會用副電池。下邊呢個係輔助，第2個電池啦，後備電池啦我叫。嗱，擺咗電池之後，亦都可以着到燈，亦都可以開鎖嘅。有咩特色？點解要2個電池呢？大家都知道呢不濕電呢，潮濕嘅時候好容易漏電。漏電池水嘅時候，就會令到啲彈弓咧生鏽或者腐蝕，通電唔到。咁呢個有雙電池嘅時候，即使係上面壞咗，我哋亦都可以用電池，嗰把鎖嘅壽命就長咗噶啦。呢個係我認為最好嘅設計。